你知唔知道當年被將柏芝抱喺懷裏嘅細路仔 Lucas， 今年正式滿17歲，即將解鎖數以億計嘅家族信託，背後到底隱藏住一個點樣驚天動地嘅豪門風水大局？好多網友淨係識得追娛樂新聞，淨係睇到明星之間嘅是非恩怨，永遠唔會睇到香港頂層家族嘅財富佈局，更加唔會明白點解四哥謝賢生前費盡心思將大批資產擺入家族信託，鎖實兩個孫仔，仲要特意揀17歲呢個關鍵節點作為權力同資產解鎖嘅分水嶺。一般普通人會覺得成年唔係18歲咩？點解謝家偏偏睇重17歲呢個歲數？講到底，豪門做任何安排，從來唔單純係法律同金錢考量，玄學入面嘅歲數節氣大運交接一早擺入晒計算入面。香港好多老牌富豪安排信託解鎖資產交接，唔會隨便揀日子，更加唔會隨便揀歲數。17歲係少年運步入青年運嘅轉捩點，雙學上16至17歲，五官氣息正式定型，一個人先天心性潛藏嘅野心同格局，完全顯露無遺。命理入面，好多人都會喺呢個階段正式交運，舊運退去，新運上場。一旦運程接得順，往後幾十年就會平步青雲。四哥仲橫影壇幾十年閱人無數，對於面上歲數運程呢啲道理，自然心中有數。佢留低數億資產嘅家族信託，受益人直接鎖定 Lucas 同 Quintus， 而 Lucas 踏入17歲就開始逐步取得信託資產嘅調動權同繼承資格。與此同時，謝霆銀名下獨立管理市值接近10億嘅個人信託，亦都會隨住大仔步入17歲，開放對應嘅資產使用權限。大家唔好以為淨係拎錢使咁簡單，香港豪門嘅家族信託從來唔係一次性將現金交到後輩手上，係一層一層解鎖權力，未到指定歲數只可以提取生活教育所需開支，唔可以隨意投資轉移資產，一旦踩中預設歲數門甩，先至可以參與資產決策，擁有自主投資調配資金嘅權力。呢一重安排表面係防備年輕人年少輕狂揮霍祖業深一層睇，就係順應運程規律，等個人心性成熟，大運上軌道之後，先至將重責交到手上。而 Lucas 今年踏入17歲，正正就係呢個命運交接嘅關口。講完信託背後嘅玄學時間佈局，我哋直接落重點，深度拆解 Lucas 全套面相，每一處特徵都會同大家講清楚，當中玄學道理，唔好淨係睇表面相唔獨論，要將五官夾埋一齊參詳，先至睇得出真正格局。首先第一樣最明顯嘅特徵，以有反骨，輪飛確反。好多人聽過輪飛確反，但唔係人人都識得分辨。簡單講，正常以上，以輪會包裹住內層以確，而輪飛確反就係內層以確向外交起，以輪包唔住正面體，而都向外翻出，俗稱反骨耳。古籍雙書講，輪飛確反之人少年多變，骨子入面帶住叛逆傲骨，唔會輕易聽從長輩安排。放到 Lucas 身上就極之啱，佢出身頂級星二代，手頭潛在資產數不盡。如果係一般溫順面上嘅富三代，多半會選擇舒舒服服，靠住祖蔭過日頭，讀書遊玩，唔願意捱苦拼搏。但有反骨耳嘅人唔一樣，天生不甘淨係做一個坐食祖業嘅富小，心入面有屬於自己嘅目標，獨立性極強，唔想永遠活在爸爸謝霆、媽媽張柏芝嘅光環底下，遲早會走出屬於自己嘅路。大家平時留意佢接受訪問露面嘅狀態，唔中意過度曝光，唔想淨係靠父母名氣博眼球，呢啲全部都係輪飛確反帶出嘅性格特徵。不過有一點要講清楚，呢種以上唔係空相，只係代表主見極強。少年時期容易同長輩意見分歧，只要方向揀得正，呢份傲骨就會轉成衝勁，創出屬於自己嘅事業。第二處重點，眉龍壓木，雙木大煞。睇相有雲眉主31至35歲運程，亦代表一個人嘅魄力、專注力同行事手段。Lucas 眉骨生得高，眉毛濃密貼近眼簾，呢個就係眉龍壓木。好多人誤以為眉龍壓木就係運程差，其實要夾埋眼神一齊睇。如果眼神爛熟、猶豫不定，先至容易心思雜亂。但 Lucas 雙眼神足，目光沉實，暗藏一股殺氣。呢種格局屬於武職強人格局。做事果斷，唔會拖泥帶水，一旦鎖定目標就會全心全意投入，專注力遠超普通人。同時呢種眉眼天然大舞台吸引力，好適合演藝創作領，亦具備商場搏殺嘅狠勁。
日後無論係走娛樂路線，抑或轉入投資商界，競爭嘅時候唔會輕易退縮，懂得守住自身利益，唔會俾人隨意拿捏。對比謝霆鋒年輕時候嘅眉眼，大家亦都會發現父子之間有共通之處，只不過 Lucas 嘅眼神更加沉穩，少咗幾分少年躁動。第三處亦都係佢面相超越謝霆鋒嘅關鍵位置，鼻梁高挺，下巴堅挺，地角有方圓之象。相學之中鼻係財星，掌管中年財運，下巴地角直接對應晚年運，財富厚薄。謝家祖傳優勢就係地角口實。四哥謝賢下半輩子運程穩定，積累大量資產，得益於厚實地角。而 Lucas 繼承咗呢個優勢，下巴結實有力，唔尖削唔鬆垮，配合高直鼻梁，代表中年之後財運持續上揚，晚年根基極之穩固。好多星二代鼻相唔錯，但下巴薄弱，就算年輕時候賺到錢都容易守不住，財嚟財去難以長遠積累。Lucas 就唔一樣，先天財富底子厚，只要唔好做過度冒進嘅投機，能夠好好運用家族資源，財富規模有機會超越即超於謝霆嫂。呢一點係整套面相入面潛力嘅地方，亦都係四哥同張柏芝一早睇重佢嘅原因。第四樣，額頭飽滿，印堂開化。上庭額頭代表15至30歲早年運，印堂係命宮，主管貴人運同心氣。Lucas 額頭飽滿平整，冇過多亂紋，印堂寬發不窄。呢個典型嘅早年得貴人扶持格局。佢自細成長，身邊圍繞嘅都係演藝圈、商界資深人士，祖輩父母積落嘅龐大人脈，全部都係佢嘅先天貴人。未來踏入社會，唔需要白手起家，會持續有前輩提攞。遇到困境嘅時候，亦容易有人出手相助，一生整體運程相對順遂，少咗好多無謂嘅波折。當然貴人運只係助力，最終能行到幾遠，仍然取決於自身選擇，唔可以單靠貴人坐享其成。第五樣，嘴唇厚薄適中，嘴角天然大笑。呢一份特徵明顯繼承自媽媽柏芝，嘴唇厚薄平均，代表為人有分寸，唔會過分熱情，亦唔會過於冷漠。嘴角微微向上，屬於暗藏小傷。外表睇落冷淡，話唔多，實際上外冷內熱，同理心強，善於觀察身邊人嘅情緒，交際手段靈活，人緣先天唔差。日後無論係拓展演藝圈人脈，抑或同商界人士打交道，好容易獲得其他人信任，唔會俾人感覺難以相處。好多家底豐厚嘅年輕人，恃住家境優越，目中無人，人緣薄弱。而 Lucas 呢種嘴相，剛好彌補咗反骨耳帶出嘅強硬性格，平衡整體格局，唔會因為太過執着而四面樹敵。五官拆解完，我哋再深入八字命理層面。Lucas 日主丁火，丁火猶如燈燭之火，溫而有光，坐下亥水就係丁火坐亥水格局。亥中撞壬水官星，甲木印星，暗藏殺印相生，外表睇落文靜，內心野心同計劃一早就規劃妥當。而今年踏入17歲，正式進入丙申大運。丙火透出幫身地支申金，形成火煉真金嘅局勢。好多唔識八字嘅朋友聽到呢度可能唔明白，我用淺白廣東話同大家解釋。丁火需要金來煉，先至可以將潛藏價值估現。丙申大運火氣充足，有能力禁財星，代表呢10年係佢累積名氣、鋪排資源嘅黃金時期。按照命局走勢推演，佢年輕階段好大機會先踏入娛樂圈或者藝術相關領域浸淫一段時間，藉住演藝行業快速打開知名度，累積人脈同社會聲量。但呢一段路只係鋪墊，唔會係終身選擇。等到30歲過後，運程重心轉移，會逐步遠離幕前，轉身成立個人投資公司，搭建屬於自己嘅家族辦公室，正式接手謝家代代傳落嚟嘅商業資源，進入資產管理、投資併購嘅領域，打造屬於自己嘅商業帝國。呢個軌跡唔係隨意猜測，係極上面相同大運走向綜合推斷出嚟。早年搞名，中年搞財，層次分得清清楚楚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心入面都開始有一個疑問：如果你係張柏芝，你會支持大兒子 Lucas 繼續走明星路，留在幕前發展，抑或及早淡出娛樂圈，專心學習打理數億家族資產，接手攀大嘅商業盤？大家不妨即刻底下留言講下你嘅睇法，記得即刻撳 subscribe 訂閱，拉開小入燈，千祈唔好走開。下一部分我會繼續拆解張柏芝幕後操控整個佈局嘅風水策略，同時解開細仔 Quintus 暗藏嘅命理密碼，講清楚兩兄弟之間資產分配同運程上面到底有幾大差距。好多人只識睇表面新聞，
以為張柏芝淨係識得顧住仔女起居飲食，但其實由玄學角度去睇，佢一直奉行一套冇陰避子嘅道理。女人屬陰，客後一嘅磁場就係一間屋入面最核心嘅藏氣之地。只要母心安定，思慮從容，屋企入面細路仔嘅先天靈氣先至可以保存得住，唔會俾外界雜氣擾亂命格。大家唔好以為豪門仔自細就日日出入名車，遊走各大派對先叫有面。張柏芝偏偏反其道而行，就算手頭資源充足，佢都唔會將仔女丟入娛樂圈個大染缸，唔會急住推佢哋出鏡博眼球。閒暇時間會帶3個仔上山行山，接觸大自然，安排佢哋入普通學校讀書，同一般小朋友相處。呢樣嘢唔單止係教育眼光，仲暗藏風水學問。山為正氣，遠離市區圈鎖同臭，能夠淨化細路仔身上浮動嘅雜氣。長期置身過度浮躁、名利橫飛嘅環境，好容易令一個人元神散亂，命格再好都難抵擋虛浮氣場侵蝕。由 Lucas 慢慢踏入17歲呢個關口開始，張柏芝亦都悄悄調醒自己嘅角色定位。過往咁多年，佢係負責遮風擋雨嘅監護人，盡力隔開外界是非，保護仔仔不受閒言閒語影響。而隨住大仔逐步取得信託資產調動權，佢就選擇退居幕後，唔會強行插手 Lucas 嘅決定，轉做佢身邊嘅商業顧問、人生導師。無論係面對演藝圈嘅機會，抑或是未來投資方向，只會提供意見，唔會強迫對方跟足自己嘅安排。玄學入面有講，子女成年交運之時，父母切忌過度掌控，一旦強行束索，容易形成氣場相衝，阻礙本身嘅大運流轉。張柏芝睇透呢一點，適當放手，先至可以令謝家第3代嘅格局順利鋪展，正式將謝家第3代嘅大旗交到 Lucas 手上。講到呢度，好多觀眾未必聽過雙龍出海、3兄弟5行相生呢個豪門風水大局。好多人會覺得只係面落考，3個仔生肖唔一樣。但如果你將地支5行性格面相分工擺埋一齊參詳，就會發覺當中層次分明，完全唔係偶然。首先講大仔 Lucas 生肖屬豬，地支亥水，水主智，亦主進取衝撞，加上之前同大家拆解過，佢以大反骨，雙木藏煞，性格剛硬有主見，唔願意安於現狀。對應呢個風水局入面 Lucas 就係狂龍出海，負責前線衝爽，向外開疆拓土。無論係幕前發展累積名聲，抑或是日後出手投資拓展版圖，向外爭取機會開發新資源嘅重任，自然會落到佢身上。跟住係二仔 Quintus， 今年14歲，生肖屬虎，地支寅木。寅木係初春臨木，氣質溫潤向上。大家平時睇到佢露面，笑容甜美，面相圓潤飽滿，五官唔會有過重煞氣，性格溫和柔順，仲有藝術天賦。但吉他、鋼琴樣樣得，呢一類格局典型就係潛龍首虎，唔適合衝犯陷陣。最擅長做幕後智囊，人緣橋生水，可以生木。Lucas 在外打拼爭取翻嚟嘅資源，剛好可以交由 Quintus 協調打理。憑住佢圓滑嘅交際手腕，維持各方人脈，守住積累落嚟嘅財富。兩兄弟性格一剛一柔，一個主外開源，一個主內守成，天然形成互補，剛好平衡 Lucas 身上過重嘅剛烈殺氣，避免做事太過偏激，四面樹敵。最後係細仔 Marcus 生肖屬狗，地支出土。好多人忽略細仔嘅作用，以為佢年紀尚細，暫時唔涉及家族資產分配。其實喺整套格局入面 ，Marcus 係極之重要嘅定海神針。戌土本身係火庫土，可以承載萬物，仲有通關調和嘅作用。大家諗下，水同木之間雖然相生，但長期落來，水勢太旺，容易令木氣飆搖。兩兄弟日後處理龐大資產，難免會有觀念分歧。如果缺少一個緩衝位，好容易出現意見不和。而 Marcus 嘅土屬性剛好擺喺 Lucas 亥水同 Quintus 寅木中間，調和兩兄弟之間嘅氣場，化解潛在嘅爭執，維持家族內部和睦。而整套局最精妙之處就係三兄弟生肖串起一條連續相生嘅五行鏈條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木生土。簡單用淺白說話解釋，外界爭取翻嚟嘅明星資產屬金，金氣滋養屬水嘅 Lucas 向外開拓得到嘅資源，繼續滋養屬木嘅 Quintus 打理好一切，最終會聚到屬土嘅 Marcus， 穩定整個家族根基，五行氣源一路順行，唔會出現斷層，財運自然可以代代承接。保守估計最少興旺60年。好多大家族最後走向衰落，其中一個玄學原因就係後輩五行互相沖克，
兄弟之間內鬥財氣互相消耗，而呢一套雙生格局先天減少內耗，資產同脈絡可以持續傳承。仲有一個核心重點，成個風水局唔係單靠3個細路，自身五行就可以運轉。張柏芝嘅母性磁場正正係成個佈局嘅中心渦紐。女人陰氣圓潤，能夠牽引調和3個仔各自嘅五行氣質，避免水過旺木太柔土太滯嘅失衡情況。夏後友心態穩定，行事有分寸，屋企入面嘅氣場就會平和，三兄弟之間嘅雙生關係先至可以順利運作。一旦中河動盪，整套佈局都會受到影響。呢點亦都解釋得到點解咁多年，無論外界幾多是非流言，張柏芝一直保持低調，盡量唔令爭議擾亂屋企氣場。背後唔單止係母愛，仲有對家族長遠運勢嘅考量。講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心入面都有自己嘅睇法。你覺得張柏芝呢種因材施教、順勢而為嘅教育方式，算唔算係豪門夏後語嘅典範？快啲喺下面評論區留低你嘅睇法。等陣我蘇師傅會親自睇每一條留言，記得幫影片點讚，即刻撳實訂閱，拉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後續內容。我會繼續拆解信託條款暗藏嘅時間玄機，同大家講清楚三兄弟日後資產分配暗藏嘅伏線，睇下邊一個最有機會承繼謝家最核心嘅財富版圖。世人成日淨係睇娛樂新聞嘅表面戲碼，以為謝霆鋒同幾個仔長期分開生活，父子感情鎖淡，關係生疏，甚至亂猜佢冷血唔顧仔女。但行內人長期跟拍嘅狗仔團隊先至睇得最通透。霆鋒從來唔中意將親情擺上熒幕炒作，佢嘅愛從來唔係花言巧語，全部擺喺私底下嘅行動同佈局入面。呢幾年佢不斷抽空陪 Lucas 上山滑雪，去迪拜玩卡丁車，一父一子喺雪道並肩滑行，賽道並肩競技，畫面低調卻滿滿溫情。閒暇之餘仲會親手教 Lucas 彈吉他、撩音樂創作，將自己畢生嘅舞台經驗、演藝心得慢慢傳授俾個仔。更加深層嘅鋪排係佢默默為 Lucas 鋪好人脈路線，私下多次帶 Lucas 出席商圈飯局，親自引見英皇老闆楊受成，一眾日娛樂圈大佬同資深商界前輩。呢啲飯局從來唔會對外公開，冇鏡頭追訪，冇炒作流量，只係一個即俏於靜靜幫個仔鋪路，等 Lucas 提早接觸頂層圈子，累積常人幾輩子都觸及唔到嘅頂級人脈資源。大家一定要明白，謝霆鋒16歲就出道養家，當年為咗幫四哥謝賢還債，小小年紀就踏足名利場，受盡圈中冷暖，吃盡人情苦頭，行過無數彎路，踩過無數坑。正因為自己親身經歷過年少無依被環境逼嘅無奈，所以佢最唔想自己個仔重蹈覆轍。佢費盡心力搭建幾十億嘅個人信託，配合家族信託雙重保障，目的從唔係寵壞細路，而係俾 Lucas 一條絕對暢通嘅人生路，讓呢個從小命格大煞、心有抱負嘅年輕人可以完全唔使為生計折腰，唔使被逼妥協，能夠隨心選擇自己想走嘅路，追自己嘅夢。呢份父愛先至係豪門最沉穩嘅兜底。講到呢度，我哋再拆解謝家呢套極度精妙嘅喪法律同風水嘅雙重保護信託格局，呢個先至係頂級豪門真正嘅全家智慧，遠遠超過普通人理解嘅儲錢流產。成個信託嘅解鎖節點，完全順應人大運同心性成長規律設定，深得玄學運程精髓。大家知唔知 Lucas 由17歲開始已經可以按月申請信託津貼，無論係壯驗試水、學習進修，抑或日常高端生活開支，都有充足穩定嘅資金支持，徹底擺脫普通人壯驗最擔心嘅資金壓力。但係最關鍵嘅重大投資、資產轉移、股權調動等核心權限，信託條款就嚴格設定喺25歲先至全面解鎖。從玄學角度嚟講，17到25歲係一個人心智、閱歷、定力最後定型嘅關鍵8年。少年衝動、心性未定，就算命格再好、面相再貴，都難免會有判斷失誤、輕信他人嘅時候。呢個時間把口就係專門用嚟擋住年少輕狂嘅傻端，防止年輕氣盛被人設局，被有心人忽悠，避免祖業資產白白流失。等去到25歲，大運交接完成，心性鐵底成熟，閱歷足夠撐起格局，先至將完整嘅資產掌控權交到手上。呢種安排係十足十嘅順天而行，穩中求進。而信託入面仲有一條極之隱蔽、極之高明嘅防外流條款，堪稱謝家祖業嘅護城河。成盤家族資產全部由專屬基金持有，
從來唔掛喺任何一個個人名下。無論係 Lucas、Quintus 抑或 Marcus，都只係資產受益人同調配人，絕對唔係單一持有人。呢一招徹底杜絕咗日後因為婚姻變故、感情沾粉而出現嘅資產分割風險。普通富豪成日因為離婚分產、親友爭產，令幾代積落嘅基業四分五裂、財氣斷層。但係謝家呢個佈局將家族核心財富牢牢鎖喺血脈體制之內，永遠唔會因為外人介入而流失，守住幾代人積落嘅福報同根基。我哋今日回頭睇謝家三代傳承，簡直就係一套現實版武俠宗師傳承之路，層次分明、脈絡清晰，完全契合天道輪轉、複雜蔓延嘅玄學真義。第一，四哥謝賢絕對係開山立派嘅宗師級人物。當年風流倜儻，名震香港影壇，一生歷盡風雨，看盡人情冷暖。年輕時肆意難脫，晚年卻極之通透慈悲，將一生積累嘅財富、人脈同福報，統統封存喺家族信託入面，為後世鋪好所有路，奠定謝家幾十年嘅興旺根基。第二代謝霆鋒完美做到青出於藍而勝於藍，自幼歷盡磨練，枕盡人情冷暖，靠自己一手一腳打拼出屬於自己嘅演藝版圖同商業帝國。半生拼搏，從來唔係為咗自己享樂，反而係將所有成果反哺下一代，為三個仔鋪平前路，擋住風雨，隔開風險，做咗最穩重嘅靠山，最可靠嘅師傅，將自己畢生嘅閱歷、本事同資源毫無保留傳承落去。嚟到第三代 Lucas、Quintus、Marcus 三兄弟，就係承接滿滿祖蔭雙龍出海嘅新生代傳承者，先天繼承父母頂級嘅命格基因、面相氣場，後天承接幾十億嘅家族財富頂層人脈同完善嘅風水格局，三人五行相生，氣場互補，各司其職，各擅勝場。如果用武俠武功比喻，大家即刻就會明白成個格局嘅精妙之處。大仔 Lucas 更光硬命格大煞，傲骨十足，就係門下主修降龍掌法嘅大師兄，掌風凌厲，行事果斷，專責外託版圖，衝送陷陣，為家族開疆拓土，爭取外界資源同名氣，扛起對外發展嘅重責。二仔 Quintus 性格溫潤，心細圓融，人緣絕佳，就係收斂燒咗身法嘅二師兄，身法靈活，內功深厚，不爭不搶，卻最擅長守成，穩住內部氣場，守住家族財富，打理各方人脈平衡。大師兄嘅剛烈衝勁，謝霆鋒就係坐鎮後方嘅宗師師傅，手握畢生功力同商業資源，默默傳授經驗，把控大局，兜底護航。張柏芝就係溫柔睿智嘅師母，靜心調理成個家族嘅氣場血脈，安納人心，平衡五行，令成個團隊和順團結，無內耗爭執。而細仔 Marcus 就係全門最受寵，亦都最關鍵嘅小師弟，一身穩重土氣，做兩位師兄之間嘅定海神針，調和氣場，穩固根基，令成個謝家格局圓滿無缺，循環相生，長盛不衰。其實睇盡謝家呢三代豪門風水大局，我想同大家講一句最真實、最通透嘅玄學道理。世間無數人執迷於符咒、法器、風水擺陣、壓日改運，以為有呢啲就可以富貴一生、福澤綿延。但真正頂級嘅豪門風水，最高層次嘅改運之道，從來都唔係外在嘅嘢。真正嘅好風水係一家人嘅真情相待，彼此信任，互相成全，係血脈相連嘅牽淨，係代代相傳嘅責任感，係上一代願意鋪路兜底，下一代願意奮發圖強，守正傳承。財富只係一時嘅堆砌，風水格局只係外在嘅助力，唯有真情同責任先至可以撐起一個家族幾十年上百年嘅興旺，令福澤代代相傳，從不斷層。謝家可以跨越三代，歷經風雨依然屹立頂層，從來唔係單純靠運氣，而係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嘅擔當，每一個人都喺自己嘅位置上守護住呢份血脈，呢份家業。睇到呢度，相信大家已經徹底睇透謝家三代嘅命理格局、風水佈局同傳承智慧。今日呢套從面相八字、五行格局到信託風水家族佈局嘅完整拆解，內容足夠乾貨，足夠深入，一般娛樂玄學影片絕對睇唔到。即刻幫我大力點 like、讚好撳實 subscribe 訂閱，記得拉開小鈴鐺，唔好錯過我下期更精彩嘅豪門玄學拆解。同時麻煩大家多多 share 分享，將呢條片轉俾身邊中意研究玄學命理、關心謝霆鋒同張柏芝一家嘅朋友一齊睇。最後都想大家喺評論區留言，講下你覺得謝家三兄弟日後邊一個成就會最高，邊一個可以真正扛起謝家最核心嘅商業版圖？我會逐條睇大家留言。
下期影片再同大家深度拆解更多豪門命理秘密。多謝大家收看，我哋下期再見。